过我们口述的影片，让朋友打开机，一起来动动看，来做养生哦。打开您的听觉、触觉、味觉多感的体验，让视障者放心走出大门，迎向阳光，亲近文化体验。欢迎所有的视障朋友踊跃来报名参加，来再次的热情掌声，好不好？再次的感恩感谢。政策，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一直以来就持续办理点字书、数位有声书的制作、阅读及推广活动。那同时也会办理视障者的文化体验活动。那目的都是要让视障朋友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接触艺术文化。我们今年的视障朋友体验活动，一共有北、中、南3场，那比较特别是我们南部的场次，要带着视障朋友们来体验中药养生。那我们会让视障朋友闻闻中药的香气，那同时来认识中药材。那也会带视障朋友打太极拳来体会太极养生的秘诀。中部的场次我们会带他们到鹿港小镇去体验传统建筑与美食小吃。北部我们会带视障朋友到莺歌陶瓷重镇去亲手体验马赛克的拼贴 DIY， 还有捏陶。那同时配合这些活动，我们也选了3本的优质好书，也是我们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历年来制作的点字书。透过走读的活动，让体验活动更有深度。我们知道视障朋友平日很少主动接触文化艺术，所以我们办理这些文化体验的活动，让视障朋友透过嗅觉、听觉、味觉还有触觉来接近文化艺术，所以非常欢迎视障朋友来报名参加我们的体验。现场的酒可能有咖啡粉，然后有树叶，然后可能还有这个茶叶，还有麻，没错，有点香气，有点香气，有快接近了。咖啡的味道，咖啡的味道是不是有一点香气的感觉哦？没错，有些就是用咖啡渣，有些就是用咖啡渣，然后可以融入在其中哦。那这个它就是枯叶，真的，他一闻就说枯叶，是真的是枯叶，哇，怎么这么厉害？我们的视障朋友去感受一下，采访他去王烈那书画，他讲到加入了悬浮剂，刚才视障朋友有没有听到我？